那日头我是有啦，我大学生爱考，迄我就较无法度啦。无要紧啊，我准讲迄清洁工应无我来做哟。对，人迄有迄大楼啊，大楼你顾问迄秀位啊，迄啊，我来印迄秀位较轻松。哎哟，迄秀位啊，即马嘛无共啊，人拢请迄个保全的，拢嘛爱安尼受过训练的。啊，你等你这是免哪去印？台北头路遐歹做。嘿啊。啊，我想着，阿公，我有一项头路吼，我印互你做。你要甲我引头路？啊，对，我是问你，你会晓跳舞？讲到我上敖的，我毋但是甘乐王，而且我阁是唱歌的歌王，我阁是舞王。你看，当当啦，你当，会晓跳啦。哦，阿公你有够厉害。安尼哦，你做舞伴好无？我请你1点钟50块。你要请我做舞伴，啊1点钟佫50块啊？对。我甲你跳舞安尼哦？毋是我啦，是阮阿嬷。阿辉啊，你是咧讲啥啦？啥物你要请伊来做我的舞伴？哦对，之前迄个区阿公有无？毋是讲叫你即个礼拜5去互因请，啊讲要招一个舞伴，啊你也无舞伴，找阿公啊。阿公个人跳舞呢？对，安怎，来，我甲你讲，若剩了你即款的吼，讲正经的，人若请你去要参加舞会，结果你无舞伴。你真正家己一个记哦，浪费死你的无面子啊！拜托的好无？嘿，像我即马还阁遮妖娇遮美咧，迄要做我舞伴的人啊，拜托按遮摆咧甲车头去。莫假啊啦，莫假啊啦，讲正经的啦，我是看到恁查某孙的面子啦，莫讲1点钟佫50啦，我甲你讲，免费，甲你啥意思？安怎？哦，安尼足好的呢，阿嬷，好啦。安怎？好啦，阿那你咧讲啊，无？考虑看卖。阿母，未困啊？几点啊？哦，无啦，阿母，最近吼公司足无闲的啦，所以我拢留喺公司加班。加班哦？嘿，我打电话去公司啊，讲你早就下班啊。莫阁甲我讲白菜。你最近定定讲公司加班，其实拢甲阿明咧约会着啊。阿母，其实吼，嘉明还阁真爱我啦。人迄个查某已经离开半年外呢，伊即摆家己一个人伫外口，家己拢爱靠家己，我感觉。其实较早吼，我家己嘛毋对啦，我事业心足强的，所以拢无照顾着家明。我的意思是讲，阿母你会当原谅伊，已经承认讲伊家己毋对啊，伊嘛有反悔啊。啊，即个家嘛需要伊搁倒转来，教训嘛遮大汉啊。我是想要原谅伊，只是阿母，我毋知你的意思是，唉。查某囝饲大汉啊，别人的啊啦。其实吼，只要你会当原谅伊啦，啊伊也有影会当吼真心改过。我嘛无希望讲吼，啊囡仔遮大汉啊，我嘛无爱伊安尼有老爸啊，就无老母，有老母就无老爸。我嘛希望讲恁一家团圆。所以啊，你若讲好就好啦。我做老母的人也无啥物话通讲。唉，我吼。啊，想着对面迄个庄卡爽的哦，我着心肝足艰苦的。你敢知影？伊甲我讲要出去找头路呢。因迄家业啦，啊，搁因迄囝啦，迄新妇啦，拢足不孝的。讲要家己去找头路。我想，迄较济岁啊，啊拄着即款的不孝囝、不孝新妇，啊若我咧，啊我以后若安尼，啊看我要安怎？哎，阿母。你放心啦，你看我较早，我嘛听你的话，你讲啥我嘛拢讲好，我拢有遮友好你。啊，人迄个家业，人对因老爸嘛真友好啊。啊伊若真友好，是安怎因老爸会要出去找头路？阿母，迄真济吼，外口人的代志吼，咱家己拢无了解，因有发生啥物代志，有啥物代志咱毋知影啦，你莫共管遐多啦。
我著看伊安尼哦，我著心肝真郁卒哩，真烦恼伊咧。阿母，我感觉你敢若真关心对面迄个阿伯吼。哪有啊？我哪有关心伊啊？迄是伊咧讲互我听，啊我替小可想者尔。足暗嘛，我要来困啊。无啦，你嘛好困啊，好困啊啦。我来困。哪里好？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较济。这啦，嘿，这吼一点仔礼物啦。那会当客气啦，大家也毋是咧无熟悉啊呐。阮家辉吼，定来恁兜杂做，搁恁阿爸吼，遮尔疼惜阮家辉，定着带伊出去佚佗啦，去踅公园安尼，这一点仔意思吼，毋通气嫌啦。足客气啊！毋免遐客气啦，其实阮爸日时吼，伫咧厝嘛无代志做，伊嘛就爱去找恁家伙出去佚佗的咧。家玉啊，恁爸咧？伊出去咧，无伫呢。哦，出去哦。嘿啊。家玉啊，我有一句话吼，也毋知通讲也毋通讲呢。无要紧啊，有啥物代志做你讲啊？是安怎吼？恁老爸哪会要出去找头路？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这代志是安尼啦。就迄一天吼，家叫因小弟安尼无缘无故走来厝咧大细声嚷啦，讲啥物吼，阮无咧好好照顾阮爸。我听着吼袂堪得去，我毋知有哪甲伊嚷。哪会知影拄仔当咧嚷的时，阮爸转来，咧种的代志拢有听着啊。哎呦，恁实在哦，有代志就好好讲，嚷啊大细声，是大人听着当然艰苦啊。讲实在啦，恁爸嘛真害呢。有啥物代志，大家就好参详就好啊嘛。哪就安尼，敢若囡仔咧。是讲哦，家玉啊，恁老的原来有岁啊呢。遮济岁啊，你要叫伊出去食头路，是要食啥物头路啦？是毋是恁小弟对恁老爸不好？其实吼，这嘛毋是讲完全家宝阿姨啦，搁有阮的弟夫啊啦。阮的弟夫啊，都算厝的吼，环境真好啦。自细汉咧娇生惯养，目头悬啦。毋则来讲吼，嫌阮爸爸咧装脚怂啦，无水准啦。恁这个地夫啊，安尼有影有够欠开呢。家玉啊，好好注意恁老爸啦，毋通互伊去食头路啦，嘿。我知啦，多谢你。安尼你有教啊吼？有啊，买啊地抓你。对啊，差不多。哎呦，哦，你两个烫娘啊，恁两个是安怎？大包小包安款啊一大堆购物狂哦。无啦，你手机又袂记哩。明仔载啊，阮的查某囝生日，我无来买物件，恁人起来要食啥？就是安尼，我无去食当吹好神，食猫。煞袂记的吼。你会记哦，明仔载一定要来阮家哦。嘿啊，你母伴找着袂？母伴哦，我着毋知要叫啥呢，遐侪人。遮济啦。无要紧啊，凊再找一个。无咯，就恁迄个孙有无？嘿伊咧讲啥物？恁对面迄个啥物老公啊，阿公啦，阿公啊，迄个啊。阿公啦，啥物老公，阮老公着去迄落啊。啊啦，迄阿公对，招迄个对啊。是啦，有甲讲伊，迄个装脚怂的，伊是讲好啦。毋过吼，即两工仔心情无啥好，我毋知伊会甲我去无。我倒照到迄个会所啊，当咧享受的时阵，倒是要搁有烦恼啥物，是心情歹喏。哎呀，咱即个会所就是安尼啦。较早人讲孝子对无？孝子是吼，人这囝咧友好老爸老母，叫做孝子。即马无共啊啦，即马是咱老爸老母咧友好囝，叫做孝子啦。迄装脚怂，你莫看伊安尼呢，迄对囝哦偌友好咧哦，互伊读书啦，安怎小学。即国中啦，即大学啦，搁出国去留学啦，开偌济钱咧呢？搁吼，互娶一个好野人的查某囝啦。嘿，为着讲迄个好野人的查某囝哦，田啦、园啦，田拢卖了无？连咧租厝啊拢卖去呢。租厝都买去啊！哎呦，
吼，啊你看觅啊，迄有够侥幸的，啊娶甲迄个新妇吼，吼，讲目头偌悬的偌娇咧呢。哎呦，哎呦，目头遐悬，遐好来物件去互治着哟。哦，迄真个有够无站在。是安怎讲？吼，迄话迄新妇吼，啊嫁迄后生吼，迄啊无爱伫老爸呢，嘿，迄老爸吼要干大吼，甲好互出来呢。哎那用去哦。阿某诶，世间上讲也有即个新妇啦。哎呦，这边若讲我的新妇吼，我早吼，我都甲累死啊！哎呦，就是讲，吼，迄查某囝，因咧老爸老母啊，迄毋知是安怎教的啦。嘿，迄也袂晓讲啊，安尼爱安尼好好共教，吼，都爱遵守即个三从四德，对无？啊，有人啊对人个老爸老母安尼遐尼啊误解着，迄吼无家教啦，迄老爸老母吼家己爱检讨啦。哪个安尼啊？那参像讲即款的吼，因老爸老母已经早死，所以无甲教示，所以无受教育。好，即款的吼，即款的若要讲做怎讲是我的新妇，哦，我绝对吼去灶骹吼，也是去菜刀，我来倒做两地留四地变八地16、32。好啊啦，烂哥哥啊啦，唔免安尼啊粗残啦，还是讲哦，讲才咧讲，有影饲着即款囝，有影不如去感觉店换两个鸡卵真真食。哎呦，讲安尼阁好哦。我甲你讲，若参像讲即款的新妇哦，甲即款的囝吼，迄今仔日会做即款安尼5个死大人的代志，迄好佳哉。类讲即摆是去旅行啦，去旅行。若要讲伫个咱遮吼，早就骹这个讲到起来。有影即种啊，讲真个，所以吼足怨叹的啦。啊，我看伊安尼心情遮歹哦，所以我也毋敢确定讲哦，啊伊明仔载毋知陪我去无安尼啊。无紧啦，你即个安慰一下，叫讲哦，心情放互轻松啦。啊，明仔载会记啊，了解啊。会记哦。好啦，啊，我较尽量甲招啦。好，啊对，咱去做下准备。好啦。两位上一吧。多谢。你两个小坐者哈，我请阮头家。好，你无用。头家。拜托的好不好？你莫遐怂啦，毋捌看到白种安尼人金上安尼。拜托个，迄毋是怂啦，这我就感觉即间厝我就面熟敢若。面熟。是啊。啊，头家，是真两个啦。花椒底来。当然。哎呦，亲家，啊！亲啊！哎呦，真久哦。亲家啊！哎妈，你来走来遮啦？这恁兜吼，嘿哦，无怪啦，我就感觉面熟你咧。我的亲家，我的亲命。爸，你哪会来遮？叫丁啊！哎呦，你讲什么？你要来参加朋友的查某囝生日了？啊，都因查某囝，因查某囝就阮新妇啊！家母啊，你嘛毋对。即么恁某阮新妇做生日，你无爱甲我讲者，你嘛知影我住伫恁姊下遐对无？生日我就买一下礼物来送伊，无则对，害我今仔空手好下啦。歹势。哦，原来吼，迄对不好囝甲不好新妇，就这两个啊。阿珍啊，嘿，你上遐哦，真无礼貌咧。怎么讲恁爸吼来咱遮台北遐久啊？你啥都无甲讲。就是咪家宝啊，无你这变啥嘛？我甲你讲哦，玉珍啊生日咯，叫恁哦，爸爸甲恁姐来。什么恁爸爸咧装脚咧无用，恁大姐咧上班袂当来，无这啥物来骗我？哎哟，当然嘛袂叫对无？就嫌咱讲装脚怂啦、臭老hen啦、无水准啦，就讲一拖拉骨哪有可能请？这嘛是你讲啥物下啦？但阮家母甲阮迄玉珍拢足友好的啦。你讲啥物？迄是讲哦。因为我家己一个老大人，我生活甲因袂合，所以我嘛才无甲因住做伙，我嘛才去甲因查某囝住做伙。但20摆一个好哟。哎呦，你莫安尼啊啦，搁替因咧辩解，恁查某囝拢甲我讲啊，讲你要甲因住，因我甲你住，甲你好出去，我都毋知去恁查某囝遐住对。你摆一个啥物的啦？你真正好像老妖精，你这是假无啦！亲家，哦，我招谁惹谁呀？这关我屁事啊！我有够衰呢，衰啊叫伊也入着呢。先食一个10分，换你。阿伟，妈妈，食水果。好，多谢。关啊，无快嘛，妈去倒。迄阿嬷哦，去甲迄隔壁迄阿公啊，去参加迄 party。
party 哦。嘿，阿明，你是惊讲阿母若转来拄到你会生气啊？阿明，咱的代志吼，我有甲阿母讲过啊。阿母的意思是讲，只要若你真心改过，阿母会原谅你，互你搁转来阮即个家。来，帮我行。阿母，阿嬷，你倒来啊？妈，阿母，你毋是甲会过来迄阿伯去参加舞会，安尼还早转来？妈，你是看到我无欢喜哦，啊无，我来走。等。